點解多年嚟我哋成為全加拿大銷量第一嘅豐田車行？龐大嘅汽車城，童叟無欺，忠誠嘅承諾。10月買車要10全10美，當然要嚟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， 價錢利率10全10美唔再講，仲有獨家大優惠嘅。係你哋 No.1 嘅顧客，使我哋 No.1。仲等？今日早啲嚟喺萬錦市 Steeles 及4042棟嘅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車城啦。每天送你多一些開心回歸。9月15日到11月7日，連續8個星期，逢星期1至5，聽實 AM1430全線節目，每日密碼隨時出現。與此同時，收睇新時代電視，畫面提示另一組密碼，集齊電台、電視兩組密碼，上載到 am1430.com 或提交到 Fairchild Radio App， 就有機會得到每日獎賞，價值80蚊禮品包一份，終極大獎一人獨得，由香港航空送出溫哥華來回香港經濟客位機票2張，每天送你多一些。聽講官府有筆錢喺你呢度，我今日就係嚟查帳。本官今日嚟就係嚟通知你，以後官府唔會向蛟龍幫繳納任何費用。蛟龍幫表面上收銀兩保護碼頭，背後叫海盜去打劫嗰啲冇交錢嘅商船。佢哋下一個目標應該就係群龍無首嘅歸海。春閨夢裡人，星期1至5晚上9點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丈夫成日都唔喺企，成日唔翻嚟，或者佢有另外一頭家都唔定咧。好，你揾咁多錢啊嘛，我同你使過去。總言之，嗰啲貴嘅我就買。有一日，2個人戴住個黑面具，俾支槍指住我個頭，起身攞錢嚟，同埋攞啲首飾出嚟。司徒淑儀喺美國西雅圖嘅故事，請留意嚟緊呢一輯《恩雨之聲》。